是反正过好话，什么都不。在家 Facebook qua可罗尼什么年生啊？别年qua从看到我几十年，阿爸妈妈做嘛，人女不但不吃没吃不干嘛，又话现在下干嘛？在家又话投诉巴拉那么一张嘛，对嘛？你木干嘛对嘛？这样子，我讲，你学过来他起码罗木嘛年生啊？别年qua。中国个阿佩中国阿佩呀个是合旁我三条路，人家我觉得啊很挂中国一刻挂萨马所卡提嘛挂几个人家挂，咱女人你做俺们人家啦姑姑咋做，一年人家啦离姑咋做，一年咱姑可干那点事，那姑可干那点呀，有啊，哪怕吃过别人呢，拉出不下黑呢，有啊很苦嘛照顾。干那点不人家，俺说其中嘛，我也来话几个人家，那是干那点啦，别人我那家可干起嘛，很苦嘛，照顾也不像你干那点喽呗，我人家，我就过阿爸妈不嘛点那个不个，我那爸妈伢嘛丢，我那爸伢是看来嘛烧锅做，我那妈啊别，我那点弄下点伢挂几个别就留白个啦，我人家。我也来一直说过嘛，伢个来那些我那来那些后代一件呢，那些来做家了呗，也来也很过后代一件呢，我也记住这一步，也记呢，那次离苦吃做，这里苦吃做你伢木个，你别你木一你下去你别，你让你妈不这伢一阿婆不的花个都掉不，你阿婆伢木一嘛把那你一大股多差，我人家。对，也接吃里过早嘛，也接别这样的俺们是姑姑咋做嘛，他妈也你什么呀？没一那也咋都花咋点不是？我人家我也来一直说过去做嘛的那天的也没有无喝嘛，那么无喝啦，不要无喝我呢，我人家没我弄，所以一早啦嘛，就是时代里我都现我弄，建议嘛是嘛，不得我弄，花多点咯吧，咋的那。你妈妈那个不个咋也没有嘛把老来，咋么做样我都咋么我做来，这里边摆事呢，这里边人家也家嘛很俺们可乐嘞，啥你不吃没吃俺们可乐嘞，我不也来，很古嘛俺们一下比嘞下个也咋都。差不花吃俺做，不吃没吃俺做五个，别很呢，这里边一个呢。俺米拉姑娘是嘛呢？可别个钱呢？我啥也可个钱呢？也来一早了是来就那我那嘛来可选我那来可啥么别呢？啥么呢？别这里边个钱呢别啥么嘛你嘛个别个钱呢别多呢？别这里个两嘛在路么？我讲。啥都不他妈伢是啥种没知点嘛？过一话带9度了嘛，一话带1张嘛，4张嘛，嘛命了。对了，来天俺们现你过对了多做点嘛，可急嘛才是俺喽。为呢你们今年所在来可你什么嘛米他妈俺没有收入嘛，啥时候没事带9度了嘛，比估计早嘛命了。你们今年所在来可那么伢入头里头过嘛你过了还把你妈吃的入头提头你头啥头的。提头妈咪提头妈咪提酒别呢妈咪啥去照顾我的呢你们今年早嘛入头里头的日子里你上午不白呢我你后头咋了嘛啥头过妈咪的后头那也呗下个你少了我自家 Facebook account 呗 Facebook page 过底下你录你少了真的入头里头嘛的呢如一直嘛做嘛不得你一直可面了嘛不得你嘛丢无论俺们台 video 他妈，俺家妈咪那点嘛他妈来去特长哪了是呢？实际头俺是呢入头里头的运动的字被下个人少了，就是嘛俺我不讲，我在讲妈咪咋的嘛，20点8点嘛是被个两我。你们听呢？入头里头挂被呢，所在来可你什么妈咪听不到嘛呀？是让嘛一铺可面咪，意思可面咯，别嘛俺咯。是让嘛一铺可面咪，意思可面咯，别嘛妈咪听不到嘛挂被子。入头里头的肉就照管你这多一啦，肉我很苦了，我就是怕被我那点收入少一个花无少，
啊么我这家么能瓜比多拉嘛别个就可了就可，这家你嘛瓜只咋嘛啊只，这样我能把咋嘛啊只说呀我说，侬得没多个嘛，侬你了你发嘛带一多拉嘛，票拉子被耶稣没瓜比掉咯，推了票拉子，晓得不？如推头瓜比。无啥嘞如推头，里推瓜比无啥嘞如但马个啦嘛妈咪一无推头嘛呀，所入铺啊可面咯，别忙咯，里推推吃瓜比错吃瓜吃啊，所入铺啊可面咯，别忙。如推瓜如推头里推的嘛白特哩，提推你推啥推瓜比咋不啦嘛妈咪木了人代表嘛你说，如推头瓜皮啦嘛师傅他嘛呀，也是嘞不一直没瓜比多啦个呢，某些时间嘞个呢。有大姨妈的过了生意，有时的活在你有大姨妈的过了生意，他不去，可能没得豆花里干呢，因为我可能没个我家里干呢，啊，老我这可是他，对了，跟嘛师傅的忙啊喽。人家我这次瓜黑么可多啦嘛不多呢，有大没关黑么可多啦呢。埃里么可别嘛拉出就是么呀，一是嘛闹米的活的，一让你什么的活了，嘿你瓜么啊不没关就是你为啥么家喽？人家吃果子家人家，埃里木坑还没吃开嘞，一让你什么没吃开嘞呀？那我们呀，一次嘛你做被几滴了。我跟人家一次嘛就做被入腿边嘛一次嘛就做，但火大生意有大没不能很瓜注意啦咯，不能被注意啦天。我提推广呀，无啥的注意啦说，那我们无啥一把下那我们他妈被这样无啥的。也那么不错嘛，如推的人无啥嘞，虽然你人情不干哇，别嘛他妈的那年都做了，我讲你推过次了呢，啊是路毛病呢，无啥呢，因为你嘛啦绿的，虽然你人情他妈呢，因为这咱俩嘛太是科技生呢啊，面不干了，不是别嘛啦出去做过别我的，无啥虽然你人情不干了。我们俺们啊，你推路要过次，因为可有一点嘛他妈收入嘛他妈呢也嘛没得很。我们不懂你啥推过次了呢？收入嘛，他妈可入门里那么不个，那我们来入推的白，你入推人家啥夸的，不是的，今天你收一点收入个了那么低呀喽。人家不是人家一万的白了嘛呀，那入推的白了嘛呀，哦，我那点可收入你放我，那家可急嘛，可哈嘛，咱们咋去做啊喽？过来俺们，我那点嘛收入很大，那点收入值我怎么了？说就这些。那点可贴嘛，那是那花，我但是那点贴嘛就是这，一嘛收入呢，我收入大，一收入我不呢，一点收入只为这里代表。我呢，对嘛呢，啥条路有，我呢，里头一屋都过吃了天呢，里个来本呢，因为今年咋讲嘛过呢？我是呢，奶奶吃了天，我为了很老婆家客观你大呀路。关你大家看，说台一般嘛个那我们如头不的可贴嘛，实体话题说过去做嘛，拉路个人家不是来的，就怕弄他你大，为白个你，这样呀，不论是我们错误错的，吃入的苦大生意也的俺们，我路票价客观你大走路，我他妈喊你关呀，路票价客别嘛呀，有我师傅下股你股俺路。有我错误错的俺们家里边，一直拉送俺们那你是，嘿，但是你那路，我跟你讲。我那边老头子吃了太多是呢，多了很呢。啊，说过实体话题说过就是嘛的里边个边呢，我错。挂毛不没挂，为啥目的是你一了嘛？那我们若是或者一里么可以还是嘛的嘛呢？一来我没他妈的无那么白的，我跟你讲，你无你发呢无被他市长木的是听面嘛没讲过我都在白个，你无你们时间白了，我无我。明白了，我跟你讲，我其实嘛呢一般嘛呢，我服务，明年我服务，为这里边是，我跟你讲不是嘞，我跟俺妹，错，你明年我们来我听你关呀，因为来我们俺们不对你，明年我们也是嘛入腿，那我们一次嘛入腿的俺们no啥嘿呢，no还是嘛意思呢？是可能嘛，一定是怕别个来我可是是漂亮那么杂，其实很那嘎咯比别个是。我那边别个呢，说过实体话题说过去什么呢？我那个呢我没服，我服你们说，
我一点5个年在那个嘛有个呀，啥个工作，我这才来我了你把屁股啊，我的我么做，你是巧，你无巧别白个了。然后这其中嘛呀，也来我没把屁嘛来一做，也之前别个机构嘛做嘛的也不是，为了我没有讲嘛也是啊，离着陪着他嘛也无啥的意思的不得个大事，为了我没也没错，无啥一个他嘛也离得也没错。这样有大了错过了过，很苦嘛，然后呢，然后嘛做来我是嘛做被模样嘛，但我们也没过去，一直前边个机构嘛做本人也没一，后来呢，老说就做嘛伢里个俩是或者不，没嘛做嘛拉错皮呀喽。如头里头我们是下头啊，里头多我们，老说就做嘛一秒里秒上嘛了，做点嘛白那个，啊你看你啊，一夜嘛伢无啥年了嘛做嘛我们不多呢。一夜嘛伢无啥没结果，我嘛不多呢，如头的不是伢老说就做嘛一秒了嘛不好那个，老说就做嘛一秒里白嘛嘛做嘛事，是下头去本来我们女白，女子瓜有啊一个花木嘛多，一伢把皮有没有？我是伢是啥嘛是啥？我是伢这个是一直起来我皮也我吃，可怜那个嘛就是这个时间俺们一哭入是呢，入腿的市场网，这样一比个20几个嘛做，我们俺们一年啥子么子的嘛入腿边，那我们的40多了那么比个，因为我的一张那么比个，你木个那么比个。也我在市场网，说是自瓜别吃你，自瓜吃路你不听讲，我是里边么呢？我市场我，那么是人家我市场我，对不对？你我爹嘛，错误错第5的，你们今年，我呢市场么子是我啊，我呢入腿的市场我，那我们也来我没的俺们市场我，这样入腿的俺们我很什么一些呢？是可能嘛一早股票来，我们是票了那么票，然后那个是让我一点市场我，被头里边白不干了，是不是不？人家过个那个子点嘛，市场么子是错第5别过个那个子那点说把小姑娘，我是没人家无啥的我这个字，别人一光人家没多装嘛。都做没做嘛？拿出票拿子，这样努力啥个嘛？入腿嘛？俺们如以色列土马不一碗里边让人女俺两做嘛？人女拿出票拿子，被头里边一点我就个喽。人家我是呀，入腿的火带一拉是你，一什么一个喽？所以推的啥个咯？我人家无啥的要的我就个是呢，热天就没了咯，也没呢，我不也没到了。我人家这就多过了你个他我不他妈呢，石头里头，这是只瓜吃了他，我不他妈呢，忙啊不呢，我不他妈呢，也是也帮啊咯，也是呢嘛也帮啊。里头只是这个挖地大子也帮啊喽，是不是不？人家那个了，如你我是呢，一直前边个机构嘛做，一咱们花30万啊，一出不盘啊是，也买的花样啊没花一道喽，我们俺们一直说嘛做别出不了嘛做，一直说嘛做别杀掉嘛没吃嘛你做嘛的，也是啊，或者没吃嘛你做嘛的，也许是是你。如腿的收入高了，这个是你做嘛？虽然你做嘛，我是他妈一里个了，一忙嘛，做死了咯，做没的，因为现你过边没做现你过吃，俺们都可吃个了，啦，啥都我也可吃个了，我们俺们不死他妈没他妈的做死事，一忙嘛的俺们做死啊，一天起码是咋的俺们做死了。我死的嘛没什么呢，如头头过来点嘛啊，可是时过来你带了，一没人是下头过，没头着嘛票了，一没人我嘛的生啊，
一母他妈呀，我阿是一时，我还是听嘛他妈呀，一时我妈家里个啦，一时嘞没瓜，一时嘞从我过了瓜，没都做的了嘛，你别老了，一听嘛呀，我还是听嘛呀，另外我阿是过边呀，没得什么啦。我是过边人，我不过边人也是过边人，我的单位的了咯，我的单位人一时来过了，过没都做的了嘛，我的啊咯，是好咋不？我妈的妈吃嘿，我的单位他妈呀，阿妈不胖啊，妈铁头铁子挂了你些，我的单位他妈呀是怕也实际是也不胖啊咯。话题破壁板我不问呀，我阿是他妈呀，我的单位也阿琵琶，俺妈的嘛是怕也实际是也阿破啊咯，是怕也实际是也破胖啊咯，晓得不？我这头里头挂边呢，我带我啥里马个啦，妈妈明年昨天多么年生啊啦，别呀，是么嘛一几个，别嘛个咯，是么嘛一几个。所以妈妈一几个啊，就把人家若是那么大，吃啥吃瓜别吃说吃瓜吃。人家我是一路推的，一个活带了，因什么一个呢？我啥的也得我就你咋就做了走啊？我人家咋他妈做了伢里去了？那我明白路推，一话是喊你瓜，我路都做了。我是因为在嘛收入嘛，现你讲呀，因为年龄啊没吃嘛，那我们俺们一咱们嘛做一次嘛，俺们咱嘛做呢，因为比如呀，你嘛那是看的我不问呀，呀听嘛呀，他两毛钱都我都没做，我的俺们我是嘞，如推的收入跟你收推的啥个嘛不多呢，如推过边咱们了呢，咱们我们家里去了，那我们一咱算个事，那我们一咱就算个事。我人家那我们比如那个了，一个个了嘛，那我们家没听家鼻子啊嘛可容不了，就这么一嘛是，如推推的咋谈？那我们一挂毛不没挂被一拉谈，也不论很个口我吃了谈，我不论很挂点嘛，也是一花不来礼拜半呀，那我们一拉个包，礼拜是个那我们办么呀？我的那我们别打哭，我的那我们别哭，我的妈呀别哭。啊，那我们一般嘛也是啊，你菩萨说，别别嘛意思是，你菩萨嘛，这样马拉别嘛是啊，夸嘛卡嘛，我讲我来讲你菩萨说别到哭，我来讲出夸嘛别哭，你看你啊，为啥哩？我是你的夸哩走，卡哩走，我别我很是吧，为了你过别一五度也谈。我家怕别的事你做你，你是怕做你别多呀？啊，我一拉天家一过一下一拉那个了，别的别是，我那俺没说好了不？一直喊你过夸嘛多做俺没一过一下给了俺没那我们家，我啥的哈里不你我啥的我绝来了，这样不错俺嘛，如听俺没，我啥的哈里不是你一马什么没意思的没过拉死你，也怎么的错了？我家里去了，我要他无啥哩我的鼻子里走啊，个夸嘛那我们一直喊你讲呀无啥哩吃面嘛，无啥哩带着那个啊，怎样？我都嘛做嘛，因为你妈那是喊你讲无啥哩我都个喽，因为是来，因为来我们是做嘛的嘛，是因为没了天啊，因为在一扎说，因为在花个都是热天做无啥哩，因为在个大个啊，为呢，是说嘛一结果就嘛呀，没这点时间我都搞了，真的，夸嘛看嘛日前你他妈的吃了走喽，啊，你不啥哩走喽。真的，一个个哩嘛，现你他妈的日前你他妈的鼻子了走喽，收入嘛一结果啊喽。那说去做嘞，一直吃别嘛就是啊，我三年你过别年，我是哩我的收入嘛不得你，然后没别入退一万日前你管家，干钱嘛，你菩萨嘛，鼻子啊嘛，就嘛一万可入么了。人家入退头个，里头过别做的，我啥哩嘛个啦嘛咪，啥都去多嘛伢生啊，说是怕大嘛，怎么个喽？
你赶紧安排人家说，此时只管被你只管过你是咋头一点了？人家过去到不了么呀？我是呢，我不带上了，我不呢，也许带上了，也许呢，大会带上了，我不那是。无啥女你瓜呗，啥子么子的嘛没吃嘛的，收入多了嘛？我阿是他妈呀，我的大会也不怕，不拉嘛喽。啊，说的别个嘛嘞呗，我的大会也不怕的嘛啊。我阿是他妈呀，嘛的都提这瓜，也是就是也不怕不拉嘛喽。明年的收入是怕，也是就是也不怕不拉嘛喽。人家说好了不？我是呢，也是就是花过的地方，别人也是就是也不怕的嘛啊嘿，阿玲啊。也是就是来明年初上，最多是不得某一点是不得，前面个这一点是不得，为啥合理的嘛？啊，都是如果这一点是不得，是什么？也是就是也是什么的嘛？一点不呢，而且就到木的，我啊是一个嘛挂木的喽？为什么呀？我是一。你过边你如提的收入跟嘛他妈呀是代表不那边呀？啥个？我是一次啊来着。耶稣的明年拿出的收入嘛，人家阿里边收入让我，一收入台里个两我别嘛他妈的，马次台里代表某个点嘛票那么个咯，一个我票那么个咯，说完了不？我就在说你，我阿是一。啊，可是这家不嘛，就是人你过别你这家没皮养啊命啊呀，这家来我皮养啊没皮一次，别是你啥子么子的嘛入队的收入高了，那我每天是么的一万的收入高了，就嘛入的是嘛个啦？啊嘛的就是吃了子，18意思就是在就是吃了子我们啊，18意思就是呢一百六嘛木瓜子你天天落下第一是呢，明年瓜错了别了。明年过初上票那么的嘛吃啊，可我嘛啊，可啥子嘛？来我都过10个，啊你赶紧10个，若的收入那么阿罗说话了不？来我都过嘛过太些那干嘛呢？若阿罗，若呢？为啥的价格是你最漫长嘛？最重视俺嘛不懂你说明年初上啊这呢？为啥的最的马长嘛？为啥一和你的嘛他妈的说，日那干嘛？说可是那干嘛阿罗？这家头里边最晚分家生啊，10万了，10万年花过的10万的什么啊？这次的把10万的吧，10多万年生啊，后来是看人家5两嘛来么办？这家头过10多万年，这嘛女比他嘛无啥被儿子哥哥了嘛？这家前面过就最晚分不那个嘛，就是去把啥子那个嘛就嘛呀10万嘛了，说好了不？如最不多呢？啊，对，我过别拉嘛，最不多你这样做这前一个嘛，最不多你人家这次把前面过啥子字那个嘛10片嘛了，他妈的无啥一许啥嘛不多你，咋的呀？明年过错啥票那是你，一直在下面哥哥是你说的，收入多少了？一花过的他妈一10他妈不是你，说的5代了喽，说的10代了喽，说好了不？我在我嘛我都嘛做别人前面过几点嘛是你，这前两俺们这家就嘛把啦前面过嘛这那嘛不，做鼻子里嘛把啦，我嘛的嘛吃做，啊连俺们啥子嘛过几点我都嘛做几点我，没几个过几点我，这次去把啥子我啥的哥哥了我。别乱嘛，干枪嘛，女的做嘛，女的做嘛，鸡嘛，好嘛，比啥嘛，无啥别哥哥的人家做是做，嘛好嘛，我嘛只做，人家别都啥子么子都来做，多做两我，他妈的，许啥嘛不得呢？许啥你过呗，让人家拿钞票那是呢？若别个实在那种，若这强大这强啊，没就嘛把那么过是拍手机是一拉是你说的，40多了个嘛，俺老说话了不？来呢？若你听你如铁头里头挂背你，如来提出去多少做提，这家下面个是你做的，我都嘛做嘛，前面个几点嘛，啥子么子个几点嘛，我啥一横你挂背做的，40多了嘛，一个的个是你18是你40多了嘛，就是怕14怕意思就是在说沙漠学个啦，说话了不？若可实在的不呢，
是怕也是一时的带的嘛，去留日被一坏的带了嘛，爸爸他妈的苦如咋的不呢？如的啊个子皮毛，一皮嘞啊个子皮嘛体子嘛的一股对比是嘞，无他妈的如就咋吃了？如的是如那么呀个子啥子个一下面里边个干巴嘛的如就咋吃了？嘿你如一的，是怕也是的啥嘛你妈比嘞那个咯？怎样？是怕也是就是一输入个那么不多年如是些年的个了。像美国节假嘛，瓜比木瓜会瓜节假是不咯？我老多嘛，做世界讲嘛瓜比，我老多我啥别的就把我讲嘛，我老多做了。我嘛瓜节讲嘛瓜比，花嘛瓜节讲嘛瓜比，如是些年吃嘛，我老多比啥嘛？漂那个啥我咋不？为了你，人家感情的比啥是你我在的，是个那么个咯。而且多少白吃了点肉。多么么呱呱，他妈别估计做嘛，他妈的白家嘛，白家啥的嘛，活啥的嘛，没没的，多么么呱的就做了。我们家是啊，收入嘛，我们嘛呱别别嘛的就了。这叫有点嘛呱人天下啥子你就了，对吧？多么么呱有点是呢，收入嘛，我们嘛呱别别嘛题目的做生意，花生意。啊，目的这么瓜，多么么瓜，我就么的瓜是你，如果一下面个这收入个嘛，如果干起嘛，死了嘛，比这么带个了嘛，是否也是的多么些个呗，别你杀咯，在呢，如头头个里头个呗，我啥里头的，啥头那点嘛，如果出学子你上嘛，你这怎么样生啊，别呢？啊，个是我嘛，像你光啊没，我啥呢？一旦入皮嘛，一做八做嘛，不得有事。一直也得到嘛，漂亮指甲路，我嘛手里真少。如果得对嘛，漂个嘛师傅，我他妈嫌你管伢生啊，白木下爬不嫌你了。如果是家头运输不伢生我，白木下爬不嫌你啊，个真饿嘛。提示干那提示，面你饿了掉了也是里不伢。提示干那提示我啥来破多，提示干那提示面你一我伢，你这是我在屋里头，一我干那个子我爹嘛可拿错不，一我屋啥在屋里头，可拿错不呗，两片杂你呗你加来两个的股价了。因为我喊提破光阿米，花过的出租提破光阿米我伢，屋啥举光嘛咋呗，你这是啥不举光咋一条路，不错不举光咋一条路啊，个别可饿一条路。我可真我嘛嫌你光啊没，无啥压力的，不论是光点嘛不啊是，那么铁路嘛也是嫌你光没意思呢。这了阿里铁路嘛的约哈，挂不莫啊不没我点嘛不错嘛，如头把铁路嘛的阿没一条路，你吃嘛多地嘛，那我没是嫌你光被阿没，那我没得如头错一拉嘛光被。啥子么子都挂别多做点阿没，无啥的哈利波嘛，没吃嘛你做嘛的，无啥的对了嘛没吃嘛你做嘛，那挂无啥没意思呢，无啥呢，也是里不我的大马票了那么我的大位，做了那么这个点嘛里嘛子，明年的收入是怕意思就是吃了那么阿没无啥也这个点了，啊可真我嘛嫌你光阿没无啥呢，一点哈利波说一点对了说，一年了错说。一做八做嘛不哈利不当嘛做八做嘛不的，一话日光无啥没意思呢，无啥一做一点漂亮子加入表嘛就嘛的做落寞了。我嘛里边阿木光阿米，阿木嘛嫌你光阿米去两我，无啥人嘛冷嘛白。啊另啊，无啥人如的最难过吃的了嘛别里吃几点嘛，明年他妈过被你收入个是呢。是嘛？姑嘛拿嘛，姑嘛啥子嘛？姑嘛饿嘛嘛？做嘛？这地方干钱嘛？我啥也没过贵，明年是过日的，价值那嘛？如花过的他妈的俺们为啥也收入我们嘛？怎么个做了？我那俺们阿没天天做那个 ，COVID-19 不等于做，听明年六嘛拿做啥子的？做俺们啥子都多做的，没过，他就你上俺们我就没打。我今年上阿没我就没打，特殊你上阿没阿么伢嘛贵个嘛人，你不伢特了么说结果，他读音上阿没就没拿，无照无读音上阿没无照无读嘛拿，得到嘛照我路阿没票嘛票，这里是啥嘛嫌你多做点嘛，搞阿没说好了不？这个嘛里嘛子提高我伢一家职业没对呢，啊都别呢，我嘛里嘛子生啊。我妈爸妈妈我还得说妈爸妈妈我妈没咋嘛这个我伢生啊，错下错字错个嘛错个嘛多了就，
就多就了高，我就多过了高，别黑你，贵说贵得了，可你嘛多，俺家贵做贵吃做了，可你嘛多，俺们家明天路要么黑你，啥子么黑你吃了掉，别头了别你，别的送俺没做了。对了，这次我妈子都面边都做点嘛黑你光俺没说话的不？我3年一代韩流播嘛，一年来错嘛，一年莫干嘛，那错不怪别我啥也没一点了。我来你，我啥也没指点嘛嘛啊，也没有点嘛嘛啊，没嘛一点嘛嘛啊，啊我做莫把巴拉噻，做莫把巴拉啊，没我啥也没有，没指点，也没嘛一点别做他就咋。明年瓜个整个嘛多了，错吃错下错吃错多了，你啥多了？我啥也指掉了，我啥也来做我才掉了，说话了不？路也谈，我啥也得到嘛，注意不让我明年的输了嘛，一点好的不说不得，我嘛明年瓜比你收入给你。刚才嘛不然嘛，明年过，我过生明年是过，一每天练起自己把点子嘛，对吗？作业他妈呀，2年俺没不让我，3点2年俺没没花耶，我嘛2年俺没没花耶，3点被我嘛了错啊，只得呢，我啥的钱没过，天自己把马扎个我啥也很厉害，一我其实自己把可入没了我啥给破瓜点数的花了我说我了不？我哩你，若你2天俺没我啥的喊了不是你，若干那个子过点嘛，那错不，咋都嘛做你啥点嘛？没嘛做你傻掉嘛，啊爸妈落下点你傻掉嘛，没吃嘛不咋吃啥不，做啥啥不，你嘛啥子都做掉嘛，我都便宜点嘛老错不，啊干嘛呢？啥子没这嘛明年过家黑你无啥点嘛是设备，我都嘛做，哈里不过嘛做点嘛，嘛哈里是不点做里边一个呐，做花车的，头俺没5个那我，咋不的包俺没5个俺我不吃的，总俺没5个那我。你嘛不跟那我嘛你嘛吃，若伢阿里干你啥子没这么明年瓜子肉面边嘛明年瓜点俺没，若我都做了，若我啥的学个巴拉黑啦，若我都一接去嘛伢阿妈啊不嘛的，嘛哈的时候在白干嘛瓜呗，一我干没18意思就是，一我在水瓜呗说，我嘛瓜呗说18意思就是在手里嘛瓜呗，我都做嘛漂亮那嘛，为啥的要嘛路能比我漂亮到了？我20岁入退呢，我啥的月嘛入票了嘛里边，那边我俺没入之前，你他妈呀多一个，便宜子你嘛生活不本呀，都也嘛啊只瓜我啥也你瓜比意思呢，我啥的入票嘛，我啥的哈里波嘛瓜比你入养我不本的啊，入之前你他妈入一个嘛他妈呀啊多一个便宜嘛么俺比你，这次去吧，没个几个做嘛，我啥比天2million嘛票了我过来呢，若啊只是呢，若前面那个梯子下掉嘛个啊多一个屁啊嘛嘛呗，这次不比我几个做嘛了，做不漂亮子来呗，啊这是在下个干嘛？这个咋啊喽？啊这是在我啥个我这个字都挖出来，我老爹嘛下面是爸爸少，我那娘，你没讲过，你在喊里不过是你。努力学嘛路漂亮子，那5年努力我都在15个嘛18意思就是40%一个嘛没得嘛的我都2天我没就在花起来是你学干嘛你嘛啥嘛你嘛的比啥子，我嘛的嘛是我的呀，明年他妈过下点台，这次去把别个你做1年过这件事你你做1点错事你没样嘛别没不漂亮是你，我明年过下点个嘛呀，明年过啥路点嘛这次去把别个几个做嘛漂亮子来别个点嘛，也是没过别点咯，推了漂亮子。